鐵線拳咧係即係較為咧要點樣講咧？較為咧傳統嘅，亦都好保守嘅。咁咧係內功嘅身法，係有內剛柔並重嘅，先至所以係擺到最撚尾學嘅。鐵線拳咧就根據個名啊，就知道咧鐵就剛，線即係線啊柔嘅，即係剛柔拳。咁我哋個三展拳咧，就因為咧個橋同馬咁啊練過個筋骨，練到筋骨之後咧，佢咧就係咧啲血氣通啊，咁跟住咧佢要配合埋發聲嘅，發聲咧就係咧以氣吹勁，練個勁度，同埋咧以聲振威。佢裏邊咧，因為咧發聲係一種內功嚟嘅發聲，咁咧練到佢五臟內六腑嘅調和。五臟六腑調和之後咧，佢嗰啲血氣咧運行，同埋咧佢變咗陰陽混合咗啦。咁再配合埋啲招式，咁你個人咧咪可以更加取勝快啲咯，唔係咧相得益彰咯。呢個就鐵線拳嗰個功效啦。你一定要有個基本，一個基本咧就普通都係打拳腳啊嗰啲招式係最基本啦，腰馬基本啦，旗手基本。有個基本之後咧，就配合埋個呼吸啊、發聲啊，咁咪好啲咯。但係你要咁樣循序漸進對拳咧幫助好大啦。